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们是志愿者，来，大家赶紧下来集合啊！到时候你们两个去那边帮物资啊。小心！来，给我看一下来啊！给我看一下来啊！给我看一下！赶紧去那边。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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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去那边，你帮我们检查礼物，注意安全。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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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个人，小朋友，你能动吗？今年几岁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加油了，今年5岁。好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去找担架，听话，别动啊！5岁男孩意识清醒，但柜子砸中下半身，不知道有没有伤到脊椎。小心点儿，慢点，慢点。小朋友，没事啊，别怕。慢点，我先把你弄出来。小心，小心。小朋友别乱动啊。小心，小心。怎么样？还好没伤到脊椎和神经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小心！你怎么样？疼不疼啊？没事，快出去。快！哎，小心啊，他这个腿受伤。你们几点走的？不清楚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别担心我。来个医生！你快去吧。手术结束以后，你要是没走的话，就在这等我。我有话跟你说。又一次看他的背影，我恍然明白，他也只是个凡人。可一旦穿上那身白大褂，就如披甲上阵。而我愿意追随他，竭尽所能守护他的使命。通知，因为刚才余震，前方道路被封锁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原地待命，等待道路修通再走。收到。